2月初2是国际实体日，对台湾来讲，韩国重要的意义是国土新生法替代通过的实体保有法，也会在2月正式实施。最难得的是，在台湾按多的法案当中，实体法是国少数由民间规划形式产生的，最里面的版本也无改多哦，故所陈述的人比唔满意的个多。当然，佢主要讲的指定实体法被环保历史掌顺规率达为80分。不过，对前年的立法到今年实施，2年半当中，有为实体的开发同范围的划定引起的对立。政府嗰種有理講唔清咯，等到引起的誤解。到底實體對人呢有哪個影響？有實體法也冇，又有乜個政策呢？我哋會連續2禮拜成日來討論。一禮拜嘅專題，我哋會先了解乜個係實體法又係乜個？我哋應該用嚟來看實體同人嘅關係呢？好像变成很多支脚在支撑植物，所以台语叫五个卡，像不像很多支脚？主干只有一只哦，其他都是吊在半空中的气根延伸下来。立脚做风海南喺台湾数量清少嘅枫树拿植物，台湾西草实体一条竹排江水路，由台湾清丰富嘅枫树拿林相，同北部长有水比例来比，台湾四种内涵嘅树种，包含水比例。凤海南、南里同海家东，都也做清看得到。这是海茄冬，那棵是海茄冬，哎，里面有一艘越南来的船。杨世界拄好对面驶来一台观光船，上行人做清代理嘛。头南人少讲，我上家门呢做观光客，佢点点呀做头过海来台啦，谈到人哈哈太难，见到见听咯，咩生态头南的一部分，虽然是你强势龙的世界。江江景色引到水调度，人客看到微微微微。这里只是它的一部分而已啊！总面积呢，台江国家公园总面积有39310公顷，它有水域跟陆地。那这一条河道是人工开发的，它是在清朝道光年间，由我们府城的交商结合民间力量共同筹资开发。它的目的是为了搬运物资。那什么叫离金局？是为这条河道设置的一个征收税金的地方。西草实体同中文海桥实体，台湾总有2只国际级的实体，面积加起来超过3000公顷。一规太片呢，同西草野生动物保护区导向的实体，人工喺 A1区只有52公顷，也就係一隻管土自然公園案發，也係台灣實體保護聯盟應用設了一座生態監測塔。台灣實體保護聯盟進入這裡時候，是工作站沒有，就是一片荒蕪。會進來是因為許天才在師猛的這個拜託之下，他就把它一起弄成保護區。那附近的居民工那一塊土地，你看鳥不生蛋、花不開的地方，那你就把它變更成工業區。文教署喺台灣實體聯盟常務理事負責規劃 A1期實體，西草實體分做 A1、A2、A3 3個體區，除咗減開嘅 A3 區完全冇開發，做頭減 A1 區同300公頃案發嘅 A2 區檔案，做加為一隻經濟部工業區開發嘅台南科技工業區，咩好得這樣時當下來冇變做工業區。古上規定，本但唔係保護區嘅地，同復育實體嘅過程地度變做後調古生所在，行卡喺大台南地區都市起家。如果一個池塘推土推好了，有了雨水，但就是說怎麼都沒有鳥啊。其實你要讓鳥先下來便便，然後它的孢子、它的種子就會掉下來，然後隔1年的它才會長出來。所以我們現在的需要的所有的濕地的經營管理方式的管理者要有一個概念，我們土地做好了，我們需要等待。一隻生態區天草現有各種各樣嘅環境，掌握有各種各樣嘅生物，一條都沒3兩年嚟製作的形成呢。
比如讲咸绿体的蔬菜，要先由卤竹同红薯拿调一调，将又好固身又好康。一只固身蔬菜做有无强氧生物。长期以来，大家唔係了解實體，了解人想夾到做乜嘅，唔啲人就知道佢冇嘛重要。当时在推动湿地环境保护的时候，是没有湿地法这个概念的，它是一个行政命令，它是一个政府的职责政策的方针，所以那时候就会把一些私有地、公有地、公私有夹杂的土地、河床地，通通纳进来，因为它是没有严格管制的。如果没有湿地法的实施啊，那我们大概会把湿地当作是一个就是没有经济价值比较低的土地。那甚至我们去破坏它、填平它。那其实湿地它本身其实它在农业上，所以它有很重要的功用。然后它对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还有一些我们基本的一些固碳啊。濕地保育法喺到前年2013年6月嘅3讀通過，今年2月初要正式實施。總共有83隻蔬菜加入國家創業濕地，包含國際級嘅2位。國家級嘅40位，還有地方級嘅41位，總面積大概有56858公頃安法。如果說今天我們在實施那個濕地保育法的時候，我們就有法令的依據，然後可以說，第一個政府可以投入更多的資源，針對這個濕地來做一些復育的工作。今天有了濕地保育法以後，其實對我們台灣的生態復育其實是跨進一個，我認為是一個歷史的里程碑了。當年在2011年的時候推濕地法版本的時候，因為那時候剛好國光石化的案子沸沸騰騰嘛，然後我記得同時間就是大埔的徵收案，所以其實在2011年的5月份的時候，我們民間是同時送進了兩個版本，一個是土地徵收條例的修法版本，一個就是當初最早的第一版的濕地法草案的版本。林志玲同環保律師詹順貴本來係有名嘅沙縣青年，咩傳統台灣濕地法嘅主要人物。佢用上法師講，係講濕地法唔過就唔結婚。三萬歲所講嘅國土新三法，咩做國土計劃法、海岸法同濕地法，當初期嘅講到朝野立委認同，結果第七屆立委將第一版嘅草案變到嘅無天堂，認真揾嘅無連沙，一直到一下第八屆再過送。到2012年代，行政院版本嘅落來，係一條一條來打黑。每一位馬英九總統，佢用時去太上濕地，說講應該趕緊來推動濕地法，將會由2013年6月咧，朝野通過立法強勢，估數2-3年下係咪結婚呢？當時就是因為那個時間點剛好是4月份的時候，馬總統他到那個彰化，因為國光案去現勘，那在那一天，他其實也對着媒體公開承諾說要盡快推動濕地法嘛，所以相對的那時候濕地法的阻力就比較小，甚至比我們民間預期的腳步還要快的。我們最擔心的不是說法剛要施行還沒上路之前，它有什麼樣子的不足，但我們有更理想的版本，但是畢竟還是要整合多元的意見，至少現在的版本我們看到它有80分，也大概是一個相當可以令人家期待的法制。你有像濕地法這樣一個直接，它是很明確的對濕地這樣的一個生態環境的規範，其實已經是一個很大的進展。在保育工作上來講，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進展。因為至少有時候我們在碰到一些實務上的課題的時候，你有知道說，好，你在法令上你應該是要去遵循哪一個規則，這個其實是就會變得比較明確。研究團體咁樣試圖檢查台灣以下所有嘅法律，發現有關保育嘅相關法律制度，無論係國家公園法、也野生動物保護法，對其特定嘅保護對象，頭擺咩因為無針對濕地保護嘅專門法條，濕地將本人污染、破壞、無做囤積，也係變更來用，也有嘅發言嘅經濟，像係擬人海就有機會恢復頭擺用嘅。二仁溪它從早期的一個污染，然後到後來政府跟民間的一個整治的過程，那再加上說像白沙崙濕地三法協會那邊，他們開始投入去經營這樣的一個濕地的生態環境。那我們也是希望說，我們利用濕地的一個復育過程，讓不管是社區也好，或者說一般的民眾也好，他去了解到說，
它这里其实是有一个很好的环境，它已经出来了。你可以看对面，看对面，看对面那边就有招潮蟹了。这个地方哈，这个地方原来呢都堆了很多的那些废弃物啊，那个废五金时期留下来的那些废弃物，那清掉了以后，我们再把它认养，变成营造成这样的一个湿地啊。因真污染都同厉害，人工拟人海适合台湾海量港，采地输水量免去头摆。10多年前，拟人海地度乜个都有，免乜个食都有。经过几年呢，政府同民间强下政策，放育、放水呐，走潮海、跳舞，同实体地度跳上跳下，也下係生态复育的指标。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个白沙仑这个自然湿地，当初呢这里也堆了很多的废弃物，那个废五金的废弃物，那清掉了以后，我们也怕说人家又来丢废弃物啊，我们也怕说这一个或者说又被占用去当渔温啊。同时，现在我们也在推动这一个生态旅游，生态旅游，让更多的人又跑进到二仁溪来。现在有大概5万8千多公顷，那其实这个是蛮大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它将来会变成台湾的肺。好，我们将来就是说，因为我们讲说森林越来越少了，树种也越来越少了，可是它这个水，它的湿地头有水有土，它可以做对这空气的涵养是有帮助的。湿地做得涵养水源同空气，高雄市有21隻重要濕地，還利用現有的環境去營造出都市型的濕地，形成特有的濕地龍頭。在89年的时候，我们就有开始着手做湿地廊道的建构。那高雄是由北到南，比如说有茄定湿地往南一直到林园湿地，这样总共有21处。那为什么高雄要去建构这个湿地廊道呢？因为主要是要去工业化。那也一方面，湿地在沿海本身它就有一些自然的湿地。每樣工業千禧美麗嘅喺度重度濕地，見到日本樹嘅喺轉油廠，下後變做嘅尖塑料素材，冇落體咧，一定冇用塑料做代到嘅，還變做嘅鐵色衫，也撈嘅囤體，綠化變做嘅復育度，將3年主要後調來也高檔，也係高雄市千多年去分散其中一個地點。大概60年的時候，這邊就是離愛河河口非常近，所以他們那個原木的運送，就是說我們台灣慢慢的就是那個禁止伐木嘛，那我們的木材就要從外面進來，那從外面進來的時候，它就必須借着這個愛河啊，然後這邊就是變成一個低洼地點，然後他們就是變成類似把它做成一個儲木池。濕地法的一個上路，事實上我們已經開始做濕地的保育利用的計劃。那我們每個濕地，比如說中都濕地、我們洲仔濕地、永安濕地、茄定濕地都在製作當中。那目前其實保育利用計劃已經擬定好了啦哈。而確實做到濕地保育，對政府一片來看，要有隻利用計劃來規範。看下對前年立法到今年要實施，有1年半研究嘅時間，上來政府要做好法令檢討同對民眾教育冇。針對往年濕地範圍地度，民眾義務要事先做好交通冇。用一個台語的講法，我那叫錢，那準買張照給，也買張照料，都不會受到影響。好，那這一部分其實就是在濕地保育法跟一般的那種所謂保護區概念的法律比較不一樣的，就是說它有考慮到說濕地的多樣性，那它可以適度容許人為活動更多。那很遺憾，我們看到政府機關去那邊幾乎說不清楚，還是刻意的沒有想要說清楚，三沒幾下呢就被人家轟出去。還有項做人的破壞，更加看得出對濕地教育嘅唔拉。國家級嘅台中高米濕地，專以為人去練、人去教，去年初作為舒展嘅路，真有確得。問題係舒展嘅路本身就算係破壞嘅，是唔過兩者比起來還算較好嘅。為什麼要建這個木棧道的原因，就是說，在之前還沒有建造木棧道，我們就發現說，有一些新聞會報道，整個一堆人進去，2、3千人、4、5千人進去，那整個踩踏的結果會讓我們整個高美濕地變進去，會慢慢會綠化。啊，甚至還有之前的，我們有幾位明星啊，這些比方說燒鋼琴啊、飆沙等等這些。
最起码高米湿地经发展更好，我福建咸装兵工业区态度海口湿地，头摆还是要讨论技术，也有污染到当厉害，没冇技术人员呢。政府一片讲爱传统湿地保育，另外一片要讨开工业区，强怕最密最开湿地进来进冇睇咧。整个湿地里面，其实最怕的就是类似像工业区的进驻，因为工业区的进驻以后会让整个湿地的它的生态浩劫会慢慢的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像其实大肚溪口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它整个地方的鸟类的状况，一些生物相的部分都几乎都减少了。我们希望湿地它能够落实的是一个跨领域的，把保育跟这个经济那一条一刀两刃的那一条线呢，其实是把它抹平的。